今朝上周有粉丝带手机来，我一到里到去白相，晚餐里到吃手帮菜。问题是阿有啥会带个男人？我们只有一个人。Hello， 还有真叫好啥来打子个男人喂？进了世界上搿房子要来他，你哪晓得是搿能介威尼斯下来进了海家府还来他？埃个钱侪是有年代个，不是做就做出来的。来家里向大概是800年的历史啊。苏州市你全中国工人办下的最狠个城市，眼光侪是铜钿，拍里侪是彩票。那么现在嘛变成个印钞机，对，个钞票侪印出来的。上海洋数现在不大来嘛。都告诉我大家讲个，你管得苏州市呢，前脚气再前脚，后脚气再后脚，两只脚气一来。小戴姐，哎，说你不来着，三搿脚也是他。我找你弄人多呢，哪还不弄呢？快点讲我，真家伙，一定要当着吃手帮菜啊！南新路年夜市区个苏州每人一连高，61楼，名气没送我里向，吃客侪是60门里向个烂手嘴。143周年低庆，好，谁知道开出来个辰光，我当然侪不晓得了侬。你外帮调不养出来了。一般外地人不晓得个，今朝当到人人门档子。看看外头灯数里向卡满，来目前个江浙沪档子灯笼也寻不出第二高。菜花人上来者，想想未来海嘛，总归会得有人来吃瓜，弄得像三个煤炉，不晓得算少个一尺。上周不盖好吃个花人啊。香芋熟不来着啊？煎起来谁觉得正宗？不是手帮菜嘛？那我奶奶要抽关了。来边到一条是安徽人，苏州最狠，还不能忘记脱黄山脚下头一个三间二当墙，所以带弄起来来，不吃吹关三个分来。谁单比三菜有个嗨吃，吃手帮菜，不吃排着盘，三个分吃，因为要神奇种物事吹了一袋，自家屋里啥发个酸个。神仙鸡汤来着，你是用前苏三个读4个钟头。阵地举办，据说配方人家称500也不肯毛。邋遢再话，就是大家被3年转去，地上神经，菜罗扎高配，罗扎高配涨，想养儿子谁养儿子，想养男人谁养男人。随便上粉丝喊侬记名字啥有辰光啊？还有鱼啊，吃鸡汤来不及。你吃第几碗的？第3碗了，不虚此行，绝对不虚此行。所有人都排了我，反正啥个人说你有动力你也吃不到，因为你不晓得那罗扎吃。这一桌饭板，那么我来总结一下今朝个菜。第1名神仙鸡汤，第2炊具鱼，第3香芋熟藕。那么为3只菜呢？搿人3战成功，动作还是努力。